根据国健署上新的调查，这20岁到64岁民众，每4个人内底都有1个人有代谢症候群。未来得到糖尿病或者是心血管疾病风险是一般人的2倍到6倍。国健署和健保署来推动这代谢症候群的防治计划，请医师提供民众专业的指导。2年多来，已经有约2700间诊所加入计划，收案超过21万人。40多岁吴小姐平常时爱食胖甲含糖饮料，体重迈升到65公斤 ，BMI 超标，一直到去年发现走路会喘，就医检查才知影得代谢症候群。后来伫医师建议之下，改变无健康的生活甲饮食习惯。今年的健康检查报告已经无过是红记记啊。走路会喘，就会爬楼梯会喘。那今年就好一点，就是我是尽量说，变成说，如果能站着的话，就尽量不要坐啦。根据国健署调查显示，20到64岁民众，每4个人都有1个人得到代谢症候群。判定标准包括3高加厉害，也都是血压、血糖加血脂敢是偏悬，腰围敢是伤过粗，好的胆固醇敢是不足等等。只要5项中有符合3项，都有代谢症候群。未来得到糖尿病、心血管疾病风险是一般人的2到6倍。不健康的原因就是你需要很多的照料，需要很多人来帮忙，这个其实会造成所有台湾其他的我们的家人啊，亲朋好友一些很重大的负担。这个3高2害很简单，可是呢，要战胜它呢不简单，所以呢需要医病的同心，医病的努力。为了提升民众健康识定，国健署甲健保署合作推动全民健保代谢症候群防治计划，由医师提供民众专业指导，改善疾病。2年过来，已经有2700间的诊所加入计划，收案超过21万人。希望民众拢会当战胜代谢症候群。记者综合报道。